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ngel 啊。近期華發珠海灣咧就非常之熱啦。今日帶大家嚟睇嘅呢個樓盤唔係珠海灣，係喺佢隔離嘅人行濱海灣啊。呢個樓盤係用家角度嚟講，我覺得真係吊打珠海灣㗎，並且佢嘅性價比非常之高。今日帶大家嚟睇嘅呢個單位咧，亦都係濱海灣入邊性價比最高㗎。隔離如果係直望呢個中山公園景嘅話，價錢你要去到3萬幾起。但係呢一個115方做4房2廳2衛單位，而家單價只需要2萬2起，係我哋嘅一入門口左手邊呢度本身係一間房嚟嘅，而家咧發展商就剝咗佢嚟做成一個橫廳嘅設計啦。如果你話我平時住冇咁多人嘅話，可以參考呢一個啦。右手邊整排嘅呢個鞋櫃啦，可以參考翻發展商咁樣做啦。再嚟呢個位置等於3廳設計㗎啦，呢度做咗一個餐邊櫃，而且係呢個廚房係非常之闊落㗎，係一個比較大嘅 U 字型嘅廚房，而且佢個窗後位非常之大，有放到雙開門嘅冰箱位。呢度6人嘅餐台位係足夠你一家6口可以用㗎啦，咁啊屋企人過嚟都冇問題。轉身入嚟睇休息區。休息區佢呢個客廁咧做咗一個真正嘅3段式乾濕分離，無論你廁所有人又好，咁呢邊咧都可以刷牙洗面啦。呢度有一個兒童房啦，或者你作為長輩房，我覺得都可以嘅，因為佢嘅門口咧就係客廁啦，就好似有啲似一個小套間啦，而且呢個景觀真係好靚啊！呢個房係最靚嘅，直望住呢個中山公園景，亦都可以望到海景。OK， 最後到我哋最後嘅2間房啦。第3間房間大細就唔係話好大啦，不過佢利用翻一個飄窗嘅位置咧，成個空間嚟講咧係非常之合適㗎。要知道呢個單位先至係115方啫喎，主人房亦都做得比較好嘅，就係呢個位置啦，佢唔會門對門啊，風水角度嚟講非常之好㗎，可以大家參考翻睇睇嘅。呢邊咧主人房嘅景觀咧就一般般啦，佢係望住另外一側嘅呢個馬路邊啦。亦都做咗套間設計嘅，套間廁所出嚟咧，呢邊有一個衣帽間嘅位置係非常之合適㗎。咁呢一個單位總嘅方數就115方啦，2萬2嘅單價，首付講緊其實都係50萬嘅。咁呢個地段喺邊度呢？珠海市唐家灣，即係高新區啦。咁呢一個位周邊嘅配套已經係非常之成熟㗎啦。咁對比翻珠海灣嗰邊嘅區域發展起身咧，可能仲要10年。咁但係呢邊咧，無論係中山公園啦，或者去隔離嘅商圈係高新區寶龍城啦，全部都已經係起好，所有嘅配套亦都係齊全㗎啦。咁如果屏幕前嘅你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話，歡迎留言俾我啦。